如果一個人跌咗入黑洞，最終嘅結局會係點呢？窮畢生精靈研究黑洞嘅霍金近日提出新嘅睇法。霍金認為黑洞未必係有入冇出，為黑洞理論裡面一個著名嘅爭論提供新出路。由邱家威講下。黑洞係星體油盡燈枯嘅結果，原有嘅光輝已經消失，只係剩返一個有巨大引力嘅核心，吞噬周圍嘅一切，就連光都唔放過。如果有任何人或者物件跌咗落黑洞，直覺上似乎一定有入冇出，但霍金就話未必係咁。任何有形體嘅事物，包括你同我，都可以拆解成物質同資訊兩部分。物質就係構成事物嘅粒子，包括原子同分子；而所謂嘅資訊，就係呢啲粒子嘅排列方式同狀態，相當於一副模型嘅說明書，教你點樣將事物重建。當一個人跌咗落黑洞，物質部分當然會分解消失，但資訊又點呢？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認為，資訊會跟住物質一齊消滅，但根據量子理論，已經存在嘅資訊唔會真正消失。呢一個矛盾叫做黑洞資訊悖論，令到學術界爭拗不斷。不過最近霍金喺演講入面就提出咗新嘅睇法，佢認為資訊被黑洞吞噬之後，並唔係跌入黑洞中心，而只係落入黑洞嘅邊緣，以全息投影嘅方式儲存喺黑洞邊嘅球面表面，咁就化解咗黑洞資訊悖論。既然資訊冇毀滅，咁有冇可能逃出黑洞呢？霍金認為有可能。根據佢早年提出嘅霍金輻射理論，黑洞有機會釋放輻射，順便將黑洞表面嘅資訊帶走。只係佢哋已經變到好散亂，就好似一本亂咗頁數嘅書，未必有用。The information about incoming particles is returned, but in a chaotic and useless form.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, the information is lost. 霍金又話，仲有另一個可能，就係資訊會經另一個宇宙逃出生天，即係黑洞未必係監獄，反而可能係通去另一個宇宙嘅大門。有線電視記者邱家威報導。